基本定金本土要交陪世界万国，这台南新市社内社区长期以来伫咧推广台语文，即马要搁做罗马拼音的绘本，希望会当互搁较侪人了解到语言的水。 老师带社区时代，甲罗马拼音字搁留一解，念顺了后，因准备要甲即几档所学的罗马字变成多样化，像单文母语，因着设计乃至手甲虎头笔等相关语词，互因较好记。这是新市社内社区向文化局申请社区营造计划，要出版罗马拼音绘本。时代对色彩调配到多样设计拢家己来，时代讲完成了后，真有成就感，搁会使笑头活出。 有的时候比较难懂，透过这个彩绘，让小朋友看得到就一目了然，他都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。伊台语文已经杀啊要20档啊，非常的成功。咱台南市杀档台语文的一个模范社区。社区长期来正面来咧推广台语文，每当上起码会出版一本册。台语老师讲，400档前，咱的先民就已经会晓罗马拼音嘛。要推广阿母的话，爱对罗马拼音先学起。 透过这个用图的方式制作呢，互大家感觉较接近的、较亲近的，就讲华语来讲叫易学易用啦，简单学个人足简单来用。老师搁进一步讲，台语若完全拢靠汉语，是无法度解决语言书写的问题，因为台语嘛包括侪外来语，这就是爱用罗马拼音字，才有法度甲正确的发音呈现出来。 希望借由这摆创作，互大家通简单来学习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